10月31万圣节嘛是西洋的鬼仔节，台北儿童新乐园推出着活动，这个周末清茶若有万圣节的元素，就会当免费来入园。六福村、内埔乐园甲剑湖山万圣节活动的入门票拢有优待。另外，代替迪士尼主题火车，这个火车顶有万圣节的小市集。 用吹风机吹烧彩绘剪到随便甲水当当，反派人物乌苏拉，有真侪放假人物会当选。不过暂时插剪界店是伫咧火车顶。那么可以看到列车上面呢，还有其他非常多的摊位，像是我手上的这一杯就是捣蛋鬼纳提，它喝起来呢其实是地瓜口味的。还有这一杯的话呢，其实它看起来红红的，叫做女巫药水，那么是洛神花茶的味道。有通啉冇通吃，规桌顶的点心有做成 红布手指头的饼，含小怪兽鸡2颗，全是万圣节的主题。列车顶个布置金龟含鬼魂，真侪民众坐火车，嘛拢用心西装打扮。很有趣，很有趣，小朋友其实蛮开心的。脸部彩绘是我自己画的，然后还做了这个竹编小提篮。特别带囡仔来遮耍，迪士尼主题列车10月2号开始，有4天伫咧搭客到水水孤单，推出全台湾唯一的火车万圣节市集。 活动头一天名额全满，伊阁会当带动4城热潮。若伫咧火车顶，就好穿毛打扮的活动。 金龟人出现，真侪民众去做伙看游行。碧河川推出万圣节的活动，加上蒙牌店会今日开始到10月19开展。民众入园若是打扮变质，达到70%以上，门票优惠的计数499。台北儿童新乐园这礼拜8日礼拜上万圣节的元素嘛免门票，尤其28号会当算到暗时9点，阁有限定的烟火秀。台中内埔乐园会今日开始到10月30日，打扮的面积有50%，亲子特票关价1800块优待到1099。婚林剑湖山同款打扮的面积达到70%，会今日开始到11月7号，本人买票嘛优待到299。 想要甲全台湾的乐园算透透，阁无想要开大钱，但小打扮一个，才当哪算哪省钱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